林啊，哦，七月秋節愛到啊！七月秋節甲講破山，咱得拜神明講。我七月秋節看禮拜新聞講，對啦。因為你拄知啦，七月秋節甲清明節啊。老家啦，這度啊，是咪清明節？較風好個地山做呢，就得拜公婆。一落來弘揚啊，七月秋節拜公婆，咱來拜神明講下啫。咱得做你冇所謂，咱來弘揚下咧。好咧，今日是農曆七月秋節，講破山，神明講保護，下家大嫂身體健康，平平安安，事事順利，紅白無忌，福氣甜甜，好人好事隨身邊，無人無事莫食邊，貴人康生，好人定定，該花人花得花氣，該天花海最如意，老家聰明伶俐，寫得好抓字，大人出門貴人定定，好事來康生，點贊評論祝您大堂順。